1228哈嘎轰一了，为客家的呼召命定复兴，我们要团结在一起，一起站出来。今年1228，让我们再次延续去年的火，从台湾到列国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我们邀请5大族群和所有客家人一起为客家的命定与复兴发声。任何的时刻，任何的地点，任何的形式，完全不拘，唯一的共识就是1228，我们要站出来，时间不受限，至少5分钟。今年主题客家轰一来，兴起发光，进入命定。祷告方向有3个重点：第一，为客家呼召来祷告，求主唤醒客家人的灵，让主的呼召临到每个家族、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国度。愿客家人听见天父的声音，回应神的差遣。第二，为客家命定来祷告，求主使客家人明白，我们是神国度的工人、祭司、宣教士，让客家成为祝福的族群，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之路。3，我们要为客家的复兴来祷告，愿客家地区的教会被圣灵点燃，敬拜与祷告的火焰不熄灭，福音要临到客家的每一个家庭、每个城市、每一个国家。我们要一起宣告，客家人要兴起发光，神的荣耀要照耀客家族群，黑暗不能胜过光，客家人要成为列国的祝福。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。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